菜脯饭包的记忆，作者拉日。70年前，金帝王师，哪会雄雄一喙饭就带倒转去迄当时的记忆，引起目眶澹澹，一阵片头酸。迄当阵日本人离开台湾要3年，伊也嘛是离开我要3年。毋捌世事的囡仔屁，戆戆食，戆戆大。毋知啥物是无油无鲜，毋知啥物是清米饭。大概是有通食饱，莫肚枵，就满足欢喜。迄个散车人当着物资缺乏的年代，1918年8岁入学1年仔生放屎古房间，戆戆跟对老师去街路第一国民学校参加田中镇运动会，记得是第一届米仔边古纸糊的阿不倒，走10外公尺换人走的表演比赛，欢喜甲连阿兄阿嫂嘛紧张欢喜。四兄、罗阿兄有来看，甲阮画衣学。中昼时，记得是2兄还是3兄摕一粒饭包互我食到。迄粒饭包无用饭包壳仔底，是用刺竹的架蛤包的饭圆。架蛤要包饭，需要将册仔切清去，搁用烧水浸互软，才会得包饭圆。迄饭圆是清米饭，淋菜脯油仔落去炒猪油，已经是香讲讲，讲讲香。迄顿好食的饭包滋味，到今记条条。无意外的主食是大嫂甲二嫂的疼心饭包。用心计较的料理，虽无简单，其实是费心情。一粒饭包的白米饭，甲猪油落去炒，已经是一家人一顿的做料。结果是我孤一人食了了，想到亲情，想到兄嫂，用尾目屎流。感恩的思念，一粒饭包，菜脯炒饭的饭包。今日去溪头散步，行山路。主办小姐为大家准备中昼饭包，想袂到中昼食迄粒饭包，敢若食一喙有菜脯炒饭的滋味，所以甲我带回去70年前的记忆。